把烧烫烫的便当送到士大手头，路面社区17天以来，每日工服务大约30位倒去士大的1天3顿饱，经费拢是社区协会家己走总，送餐路线逐当增加，不过即马煞传出可能会中断。因为阮是拄起老人，啊，要食算讲要煮就对啦吼，要下足无方便。啊，这个李处长吼，真正赞。安怎？因拢逐工拢有。一到食饭时间，社区内底的厨房就相当无用。看一个便当菜色，有脯仔、煎虾排，甚至还佫有现成，相当粗糙。不过现况社区捐款减少，加上物资起价，虽然政府有补助，也毋过经费犹原欠缺，一个月至少爱12万。其实看到蛮多老人家自己一个人在家里生活，然后偶尔可能会有看护帮忙，所以如果一个人生活比较难做菜的话，这个服务是非常好。竭力的在撑了，看，当然撑不下，可能就只有结束，或是本来是比较丰盛的餐点，会变成炒米煮糜，尽量来维持到社区真的完全撑不下去，那只有停止这个送餐的服务。社区目前靠着卖鱼酥、鱼丸以及食导览解说，收入全部作为送餐基金，不过经费也是无够支出，所以社区希望各界会当协助渡过难关。再来新闻速快采访报道。